第28天，竭力認識主。何西阿書6章1至3節。來吧，讓我們回轉歸向耶和華，因為他雖然撕裂了我們，但必定醫治我們；他雖然擊傷了我們，卻必替我們裹傷。2天以後，他要使我們復原；第3天，他使我們起來，我們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。讓我們認識，竭力追求認識耶和華，他必定出現，像晨光一樣，他必臨到我們，如雨水一般，又像滋潤大地的春雨。主啊，我們轉向你，你撕裂也必醫治，你擊打也必前果。求你使我們興起，存活在你面前，讓我們更深認識你，堅定追求你，因你必定臨到我們，如甘雨滋潤大地。求你復興我們，使我們活在你的光中。阿們。